有11个台湾旅客要去以色列，同一台无人机顶坐一个以色列的人士。伊进前伫个船上公主号的游轮挖着武汉肺炎，已经好啊，要登去以色列。想袂到入境采验的结果，竟然阁是阳性的。结果，甲伊坐同一台无人机所有外国的游客，全部袂使入境。11个台湾人就坐包机，昨尾仔嘛倒来到桃园机场，结果有一个团员出现着呼吸道的症状，马上送病院。全副武装的救护人员将这个负责人送上救护车，伊是以色列旅游团11个人内面其中一个团员，倒来台湾登机检疫有呼吸道的症头，送去病院。手机。这个台湾的旅行团总共11个人，真无简单，倒来到国内，因为心情真不安。2月28这日天，因为土耳其伊斯坦堡机场要飞到以色列奔古里安的机场，也不过飞机顶面有一个以色列人，伊倒位选择公主号为病倒复原尔，想不到入境以色列的时，又搁被采检是阳性，意思讲，甲伊共飞机的所有外国人客拢也被限期离境。或者11个台湾人提早伫3月初2倒来，这阵真无简单飞到以色列，无看到风景，还阁烦恼健康问题。有任何的这个症状的话，那我们就会立刻后送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也会请旅行社安排送他们回家啊，就做居家隔离。这11个人甲为着病人，共一个飞机有点外钟，虽然讲飞机顶面的冷气有过滤系统，也不过若伤活，共款有风险。它咳出来这些飞沫，它如果附着在这些椅子上、这些餐具上，或者是在洗手间，它在咳嗽，那我们如果没有洗手，那去摸到那就摸到口鼻，它还是有这样子感染的风险。重点就伫敢有确实做好防护，并且确保手是清气的，无这个病毒接触到喙甲鼻啊，安尼才有降低胃着病风险。